接下来是舒曼的 F 大调第2号弦乐4重奏。舒曼的作品总带有浓厚诗意与浪漫气息，而他的弦乐4重奏则特别重视声部之间细腻的情感交流。这首作品旋律流畅温暖，同时带有许多细腻的情绪转折，在音乐之中可以感受到舒曼独特的内敛与深情，也能听见4个声部彼此交错所形成的丰富层次。让我们欢迎许爱、陈佑芳、庄子贤聆听助。